喂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呢，我哋要清下個超市用嘅主題，就係日文裏面點樣講我識做或者我可以。其實呢，講法唔止一種啊。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下呢個可能嘅表達方式啦。好，即刻開始。好啦，我哋即刻要爭題。譬如話你想同人講我識英文，日文起碼有3種講法，就好似你哋喺後面見到呢3個。不過唔使驚，我哋今日冇會一次過學晒3種，會亂噶嘛。我哋會接重火力搞定第一同第二種用法先。好，首先我哋睇第一式啦。呢個可以話係最簡單、最直接嘅方法，就係用一個名詞再加埋ができます。你睇下呢正轉呢句私は英語ができます，意思就係我識英文。呢個句式真係超級直接。你只需要將你識得嘅嗰樣嘢，例如英文，擺喺前面就搞掂。佢嘅重點係講緊你有冇你呢個能力 ，yes or no 咁樣嘅答案。OK， 我哋逐個部分拆開嚟睇下。C 就係我啦，加埋助詞下就表示成句嘅主題係關於我。英語就係主語，後面跟住助詞加，最尾嘅できる就係動詞，解作能夠。睇一睇。我哋例句用嘅できます啦，就係できる嘅第二人體，即係比較禮貌棘刻啲嘅講法。嗱，呢個字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啦。できる，佢係一個動詞，意思就係能夠、識得、可以，總之就係 can 嘅意思。呢個字真係好重要，大家一定要記住佢啊！我哋睇多個例子啦，等你嘅印象深刻啲。彼女はテニスができます，意思係佢識打網球。見到個 pattern 未啊？都係一樣嘅結構，將 tennis 即係網球呢個名詞直接加上ができます就得啦。OK， 第一式係咪好簡單呢？掌握咗啦，咁我哋就漸階少少睇下第二式。今次呢，我哋唔係用名詞，而係用動詞，再喺後面加上ことができます，用嚟表達做某一個特定動作嘅能力。好，我哋又用翻頭先我識英文呢個例子。如果用第二式去講，就會變成私は英語を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。你留意下，今次我哋用咗話す呢個動詞，意思即係講。呢個構構最得意嘅地方就係こと呢個字。喺日文裏邊呢，こと好神奇噶，佢可以將一個動作，例如英語を話す，即係講英文，成做嘢打包變成一件事。當佢變成講英文呢件事之後，佢就可以當成一個名詞嚟用。既然係名詞，後面自然就可以跟我哋頭先學嘅ができます啦。係咪好似切呢個咁呢？咁你可能會問，究竟呢兩種講法有乜分別呢？簡單啲講，英語ができます係比較籠統，重點係講緊你識唔識呢個整體能力；而英語は話すことができます就具體好多。佢強調係你能夠做出講英文呢個動作，雖然意思好緊接，但係個 focus 係有少少唔同噶。為咗等你哋更清楚，我哋又用翻網球嘅例子。彼女話テニス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呢度嘅動詞係する，即係做或者係打運動嘅意思。成句嘢就係強調佢有能力去做打網球呢個動作。你唔好以為呢個句式淨係用嚟講自己識點咪，佢嘅用途其實好廣泛噶，仲可以講一啲客觀條件下嘅可能性。例如呢句今年は3月中旬から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，意思就係今年3月中旬開始就可以睇到櫻花啦。你睇呢度講嘅就係睇櫻花呢件事，因為時間啱，所以就變成為可能做到。好，基本功我哋熟悉晒啦。喺我哋做總結之前呢，不如我醒個進階小貼士俾大家，快快脆脆睇一睇今日學習到嘅兩個關鍵動詞できる同する，佢哋其他形態係點樣噶啦。首先聽下できる，佢嘅否定型自己唔得，就是できない；過去式就係できた，即係之前得。而我哋今日成日講嘅禮貌講法就係できます，唔使驚，你哋唔使即刻背晒佢，有個印象就得噶啦。跟住就係超級常用嘅動詞する，佢嘅變化比較特別啲，否定係しない，禮貌講法係します，而過去式就係した。呢個動詞真係會成日見到，大家有多多留意啦。好。
起咗咁多嘢，係時候同我一齊做個重點溫識啦。究竟今日學咗啲咩啦？嗱，今日你哋一定要對走嘅就係呢兩樣嘢。第一，如果你想講你識得某樣嘢，即係一種技能，就用名詞 plus 加できます，好似 tennis ができます咁。第二，如果你想強調你能夠做某個動作，就用動詞 plus こができます，好似テニス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咁。好啦，最後，我特定留翻一百問題俾大家諗下嘅。你仲記唔記得我哋一開始講過，其實仲有第三種講法嘅，話します。呢個又係點用嘅呢？佢同今日學嘅呢兩種又有啲咩唔同啊？嘿嘿，想知嘅話就記得要留意我哋下一集嘅內容啦。好，多謝你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